家人远在东瀛，也不忘替客家文化播种，这样的精神，今天感动时刻，我们要带您一块来体会。要拜访的是常年旅居日本的周东宽，出身新竹湖口，13岁那一年呢，跟着父母前往日本定居，就住在越谷市。目前呢，周东宽担任了疾病防治中心的院长。忙碌之余，他学唱客家歌。他常常说呢，客家话很好听，很有意思。他以客家人为荣。轻快的节奏响起，台上主角周东宽高唱日文歌，跟着音乐扭腰摆臀，风靡全场。日文歌唱得如此标准，不说还不晓得他是台湾人，来自新竹湖口的客家人。这一天刚好是日本越谷市的庆典，周东宽被推上场。后台休息空档，他拿出一卷卷旧卡带，学唱客家歌。原来早在13岁，周东宽跟着父母远赴日本定居，日文说得很溜。不过他最想学的还是客家话。身为日本客家关东重振会副会长，怎能不会讲？唱这些客家的歌啊，哈，就觉得真正的是自己是客家人了。知道说自己是客家人的话，我们要对客家人也做一个光荣啊。讲到这儿，还以为周东宽是职业歌手，其实他的工作是医生。日本越谷市街上这一家疾病预防中心的院长就是周东宽，他把客家人亲切热情的个性带到了日本。頑張りますね。そう。用心对待病人，也用心对待自家人。这一本书名叫做《伴》，周东宽编写，记录上一代和客家文化。先祖である周東院、客家、中国と台湾商詞など、客家語と日本語は現在中国語よりもはるかに共通する発音と意味が多い。这个意思就是说，客家语跟日语啊，那个发音很相同。周东宽用文字串联客家情，要让日本人知道台湾有个客家族群。我写我父亲的书啊，哈，他的一生而且查过那个客家的历史，然后又查到说客家人那么伟大的人好多哈，我不努力不行。周东宽说起客家话还需要努力，不过他爱客家的心没有减少过。客家曲调回荡在关东，周东宽用心唱，尽管发音有些生涩，尽管离乡有些遥远，人亲土亲的情仇烙印在一页页书签，字字斟酌有子心，细细品尝感动时刻。